嗱，今日咧嚟介紹翻我哋天鵝堡呢邊嘅細積單位一棟呢邊嚇，主要針對咧就係我哋63平方嘅2房2廳一衛嘅戶型，全部都係精裝現樓啦。總價咧目前咧係31萬零就可以上車嚇，帶埋精裝修。咁你買完落嚟咧就可以辦證啊、簽約呢啲嘢啦嚇，就進行翻收樓嘅。當然啦，一棟一邊咧佢係分2個座向嘅。一個咧就係我哋望住卡樂星球，一個咧就係望住我哋小區類園。究竟點樣選擇性價比邊個高有咩優劣勢呢？今期咧用一條視頻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我哋星管家頻道，我係阿榮。一棟一邊咧就主打整個肇慶新區咧細面積段嘅一個產品佢最細嘅面積段咧有35平方同埋51平方包括我哋今期介紹嘅63平方。咁特別63平方呢一邊咧望住卡樂星球嘅景觀嘅單位咧，目前賣剩翻最高樓層咧只係11樓你如果錯過埋呢個單位咧，只可以往下邊揀，下邊咧就會相對嚟講咧冇咁高性價比再睇翻我哋東邊呢邊望翻小區類園啦當然啦，啱先阿榮睇個特價表，仲有好多樓層可以俾大家去選擇。咁我哋多個樓層咧係相對於嗰邊卡樂星球而言唔係話佢整棟樓咧隨便俾你揀但係咧呢兩個座向呢兩個唔同景觀同款戶型嘅產品，到底係點樣選擇呢？今期咧會同大家去介紹一下如果有諗住入手呢邊嘅細面積單位嘅客戶咧，亦都可以揾到我哋星管家嚟到現場咧實地考察一下。咁我哋先俾大家睇翻航拍先咁其實華僑城天鵝堡呢邊咧佢一棟咧係一個長方體嘅設計4梯12戶。佢只會有2個座向嘅一個產品第一個咧就係西向，第二個咧就係我哋東向。亦即係話住咧，無論你買35方又好，51方又好，63方又好，只可以喺2個座向去選擇唔知點選擇嘅，睇完呢條片咧，應該大家都會知噶啦。依家咧話不多說，帶大家上去實地睇翻佢呢2個單位嘅一個戶型格局、優劣勢係點樣嘅。OK， 依家阿榮咧上到嚟我哋現場總共咧4梯12戶嘅設計，依家嚟到咗我哋11樓06、07咧就分別喺呢一邊嘅單邊位呢一度佢呢2單邊位咧分別代表住整棟樓嘅2個座向。呢邊咧東向，呢邊咧西向只會向正東向同埋向正西向。呢棟樓即只有2個座向嘅啫無論你買35方定係51方定係63方咁大家都見到啦，06、07點解話會優先推薦俾大家呢？因為呢2隻戶型呢，佢咁啱喺呢個電梯間一邊嘅。呢邊有2個，嗰邊又有2個咁佢過到嚟先同大家去講翻先。呢邊07呢，望卡樂星球西向設計，06呢一邊呢就望翻小區類園東向設計。2隻戶型呢都係63平方嘅精裝現樓2房咁目前佢嘅價錢有咩差距呢？咁我哋先睇翻啦07戶型呢就係目前呢邊座向剩翻嘅最高樓層。目前佢嘅一個合同單價呢係5051蚊帶裝修。咁因為佢細面積咧，單價會高啲啲嘅。咁總價咧就係349300蚊合埋團購噶啦。咁06呢邊咧都係63.21平方建築面積，合同單價咧就4551蚊，
比呢邊咧平咗500蚊一平方。即使同一層嚟講，呢邊咧東向，呢邊西向，西向咧望翻我哋嘅卡樂星球就會貴翻500蚊一方。咁如果係按翻呢邊嚟計嘅話，佢嘅上車總價咧僅需317642蚊就可以搞掂啦。咁兩隻戶型都係一樣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呢邊嘅優劣勢啦。咁首先咧，呢邊嘅景觀咧係佔優勢嘅。佢個劣勢喺邊度咧？第一個咧性價比唔夠高啦，第二個咧就係話佢向正西向，佢可能會曬啲啲嚇。咁當然啦，唔排除有啲客戶咧，佢中意陽光充足啲啲曬啲啲都唔緊要，佢買個大匹數嘅空調咧係可以解決嘅。咁呢邊咧坐向係佔優勢嘅，因為佢東向，早上嘅太陽咧係會直射落嚟嘅，下午咧就唔會直射到太陽，即係間房同埋客廳呢啲位置咧就冇咁熱嘅。仲有一個優勢咧就係話，佢個性價比會比隔離同一層戶型咧平500蚊一平方嚇。我哋63方嚟計咧3萬零蚊啦嚇。但係咧佢嘅一個缺點咧就係景觀相對嚟講咧冇咁靚仔嚇。兩套咧都同大家分析個優劣勢，睇大家點樣選擇啦。我哋依家咧睇翻佢嘅戶型格局先。首先咧兩套單位嘅交樓標準咧都係一樣嘅。鋼製木紋門加我哋嘅4合1嘅智能密碼鎖智能密碼鎖啫，又包含咗我哋指紋啲卡密碼同埋下邊鎖匙孔嘅開鎖方式。入到嚟咧，呢隻戶型咧佢因為咧佢係做咗標準嘅兩房可以用燃氣亦都係叫做住宅性質嘅民用水民用電。所以呢邊咧係配咗一個標準嘅鞋櫃。其實個空間咧放咗落嚟之後咧，後期我哋可以喺呢邊呢個多媒體嘅對講機啦，下邊啲電掣呢個位置咧，再做翻我哋嘅換鞋凳都係冇問題嘅。約摸一下咧，我就數階磚1、2、3、432，再減翻呢度20公分，即係3米嘅正開間其實整個空間尺寸咧，對於63方做咗兩房嚟計咧，唔算話真係好差啦中規中矩啦。基本上你擺張4人位嘅餐台咧，完全係可以滿足到你嘅。再睇翻我哋嘅客廳啦。客廳呢邊咧，呢個係電視背景牆，後邊咧會有間房嘅，所以沙發咧一定要放翻喺呢一邊。放翻喺呢一邊咧，就全部都可以望翻我哋卡樂星球啦。視距方面咧係絕對夠嘅。仲帶一個細細地嘅陽台，長形嘅。望翻出去咧，首先咧，我哋主要客廳坐沙發咧就會望到呢啲城堡景觀同埋以後卡樂星球嘅景觀。有啲客戶咧好奇佢呢邊停咗工會唔會復工啊？依家咧政府已經要求華僑城注資咗1.2億，已經注資成功啦，即將復工呢邊咧仲可以透過遠處呢一邊咧望翻些少嘅一個光景當然啦，樓下呢邊咧佢係會近馬路嘅佢多多少少都會聽到呢啲噪音當然啦，你如果係介意嘅情況下咧，你可以選擇翻我哋東向嗰邊。好啦，再睇翻其他功能區先。喺我哋入戶玄關位呢一邊咧左手邊就有我哋嘅廚房。佢亦都係單邊位嘅廚房嚟嘅，所以採光咧非常之靚仔。上玻璃嘅趟門，過到嚟咧，首先有我依家阿榮企住呢個單門冰箱嘅位置啦。長 L 型嘅操作台單邊位嘅採光，吊櫃、櫥櫃呢啲咧全部有晒㗎啦。抽油煙機、爐灶、燒錄碗櫃咧都係老闆品牌嘅我哋上面呢度咧仲有我哋嘅涼霸基本上整個廚房戶型格局嚟計咧，設計得係非常之靚仔嘅，而且係偏大嘅我哋再睇翻其他嘅房間同埋功能區先。啱先講過啦，呢隻戶型咧，佢個電視背景牆後邊咧會有間房嘅。呢間房咧係可以望到西江同埋我哋卡樂星球景觀擺張米半床咧係 OK 嘅呢邊咧就做翻我哋嘅衣櫃。房間嘅交標咧，木門、吸頂燈、複合木地板。多數都建議大家咧，後期如果你想一勞永逸咧，就換翻啲靚啲嘅實木地板，或者直接換翻木紋磚都係 OK 嘅。一棟63方優先推薦買咧，係因為阿榮覺得
洗手間呢邊咧，區別於35方同埋51方咧，佢係會帶一個獨立嘅一個淋浴區啊，即係可以做到乾濕分離嘅。依家咧係做咗3分離嘅，洗手盆外置咗嗱，裝咗一個鏡櫃。咁包括呢邊咧係馬桶區域，再過到嚟咧係淋浴區域。淋浴區域咧，一個人沖涼轉身咧係勉勉強強嚇，都幾 OK， 因為畢竟佢個建築面積都係63方。呢邊呢隻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完全係望住卡洛星球景觀為主嘅。咁呢邊咧就可以放翻我哋嘅衣櫃。兩間房咧佢都可以擺到米半床嚇，1.8米床咧你可能放衣櫃咧就差減些少啊。OK 啦，依家咧呢一套單位咧已經介紹完畢，再總結一下佢嘅優劣勢先啦。咁首先咧呢個戶型最大嘅優勢咧就係可以望翻卡洛星球同埋部分嘅西江羚羊峽嘅景觀啊。咁劣勢咧亦都係會有嘅，相對嚟講咧性價比冇咁高，因為比隔離嗰隻咧貴咗500蚊1平方。第二個咧就係話佢呢隻戶型咧佢係西向，相對嚟講會曬啲啲。第三個咧就係啱先見到啦，佢係近住我哋路口嘅，咁相對嚟講咧過往嘅車輛咧就會嘈啲啲。咁當然啦，你可以通過裝一部大匹數嘅空調，同埋因為佢交標係雙人中空隔音玻璃，你如果覺得嘈，你去關翻嗰啲門窗，咁就 OK 啦嚇。咁依家咧最帶大家過去睇翻對面嗰隻東向嘅戶型格局，睇翻佢嘅優劣勢又喺邊度先。咁首先咧佢呢隻戶型咧佢嘅戶型格局咧係一模一樣，就唔同大家講翻啦。咁首先現場佢嘅目前採光係冇問題嘅嚇，大家可以見到其實東向西向嘅採光咧都係差唔多嚇。咁我哋再睇翻廚房啦，廚房同樣都係單邊位嘅一個採光啊。嗱，大家驚入唔到燃氣管即係做唔到燃氣嚇，呢個燃氣管都已經係入咗嚟㗎啦嚇，所以唔使擔心。再睇翻我哋嘅客廳，客廳呢邊咧，到時會望到小區嘅流動為主嚇。嗱，佢依家雖然咧，佢開發商呢一邊咧因為政府依家落咗新政，你起太多樓咧都冇意義嘅，要有預售證先可以賣。咁佢減緩咗啲震度，但係好在當時起得快嗰時咧，全部打晒啲樁啦。咁華僑城作為央企咧，佢就唔使擔心嗰啲資金問題啦。咁呢邊咧就佢到時起好咗座樓之後咧，會比呢棟樓咧會高啲啲所以望翻出去咧會望到樓景，相對景觀嚟講咧呢個單位咧係會差啲嘅嚇，但係性價比會高啲啲。咁我哋依家睇翻呢度啦，嗱呢間房。呢間房咧係我哋電視背景牆後邊個房間，採光亦都係非常之 OK 嘅，包括我哋嘅衞生間啦。嗱，整體嘅採光戶型格局都係一樣嘅嚇，同埋我哋主人房，佢主要主人房望翻我哋嘅樓景為主咯嚇。咁呢套單位咧，佢嘅優劣勢咧亦都係比較明顯嘅。咁首先講翻佢嘅一個優勢先啦。咁性價比高相對於啱先個套嚟講咧，同款個戶型總價上面咧，我可以平到3萬蚊咁第二個咧就係話佢嘅一個坐向靚仔東向大家都知道啦，早上曬陽光，下午唔使咁熱嘅，咁你裝翻正常匹數嘅空調咧就 OK 啦咁可以幫你節省翻唔少嘅一個費用。第三個咧就係話佢冇咁嘈因為佢唔靠住我哋嘅路邊，係望翻小區嘅內園，雖然係望樓景啫劣勢咧亦都好明顯，相對於啱先嗰隻西向嚟講咧，佢嘅景觀咧就冇咁靚仔啱先望卡洛星球，依家咧就望住樓呢個咧亦都係佢嘅唯一嘅缺點啦。睇翻大家去點樣取捨啦，因為咧樓咧就冇十全十美嘅多多少少咧佢都有可能呢套樓嘅優勢咧喺性價比，有可能呢套樓嘅優勢咧喺景觀，有可能呢套樓嘅優勢喺格局就睇翻自己去點選擇點捨取啦。咁當然啦，可以 WhatsApp 到我哋星管家嚟到現場咧實地考察過，再進行翻選擇都係冇問題嘅。咁今期我哋一棟嘅63方呢兩套特價單位咧，就同大家去介紹完畢啦。有中意我哋影片嘅，持續關注翻我哋星管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